暴雨成災，橋都斷埋。呢兩日內地落暴雨，尋日湖南岳陽市有座大橋被上游衝落嚟嘅運沙船撞冧咗，橋上當時有10幾個人行緊㗎，有人跌咗落水被沖走。湖北神農架林區大雨搞到山洪暴發，消防係咁堆沙包，好彩冇人被困。江西南昌前日嘅雨都好勁啊，搞到成區變咗泥水湖咁，低洼地帶車都浸埋，差啲死人啊！當時呢，車上有3個人，還有一個小孩，他們呢驚恐萬狀，把門都打開了，從進入往外跑。如果再像這麼大的雨呢，這門都打不開，真係好危險。大前日起就落暴雨嘅貴州，交通斷晒咁滯，房屋淹沒，好多人困住。喺前日黔西水位叭叭聲上漲，救援人員要人手執走啲大件垃圾嚟疏導洪水。廣西都有大雨啊，啲水去唔到，公路變咗成條河。賀州有山洪暴發，3個人死咗啊！中央氣象台話未來3日暴雨仲有排落㗎。